家晚安，安。大家晚安，食饱未？就无食暗顿，因为讲中昼顿，下晡3点才食吼。Ruby 毋知影敢有食暗顿啊？阿选食饱未？今仔日学校应该嘛有上课吼。毋知影你今仔日过了安怎？好，今仔日原底的主题是讲，要食一粒棉仔糖吼，可能会兼唱2条歌。毋过其实迄个等棉仔糖的人吼，即马其实嘛无遐济，所以可能真紧就会读了啊。若阵读了，毋知影要创啥，咱才来想看觅。好啦，安尼咱就直接来看咱的名堂。来看咱的头一个Ruby 咧上班，辛苦啊！Ruby 哪想拢是差不多即个时间在上班对无？真是辛苦。无要紧安尼，趁你即马还会使偷看的时阵，咱赶紧来看名仔堂内底到底大家拢等啥物互我？了去，啥物物件了去？名仔堂呢？还是暗顿？吉风暗暗，毋知影你敢食饱啊？来看咱的头一题吼，就遮尔敏感吼。问我的心悬偌济啦？800，问就是800吼。好啦，无啦。其实惯性无到800遐悬吼。毋过因为迄阵其实迄阵的营养无亲像即马遐好吼，所以我会记得我高中有咧量迄个身悬的时阵，应该是175，应该是啦。毋过做代理人了后，就是其实咱做代理人了后，迄个身体就会改变吼，所以其实嘛袂准我嘛无量，所以其实我嘛无确定对，就亲像有生吼，伊早拢食白肉，所以伊汉草遐尔好吼，就是是变做代理人了后，才生做迄个型吼。所以我嘛毋知影我即马身悬偌济，毋过我读高中的时阵，迄阵是175，遐偌悬，算咧可能，敢有5公分，我嘛毋知，应该无啦，无遐悬啦，无遐含啦，可能，迄个底可能干若3公分，3-4公分尔，对，做代理人会倒球袂啦，其实袂倒球，就是看咱迄个心内的状况，小可会影响到咱做代理人的时阵的形体。Mercury 暗暗，欢迎你来。吉风 Mercury 食饱未？敢有食暗顿啊？吉风讲有哦，有哦的意思呢？有哦，好，有，好，毋知影大家敢有听到？我头拄仔讲有哦的是，迄个我的 Google 叫时我咧甲伊叫吼，有哦甲 Google，好。我的手机最近拢做爱偷听我讲话，毋知影是啥物意思？3公分到4公分，敢算是无底？或者就是哈哈，对我来讲，无啦，无算宝啦，就是莫问遐济，我会歹势。对，算基本的，算是迄个对基本的尔。
无啊，我爱 fashion 嘛，我爱 fashion 啊，看起来的吼上无迄个气势爱有，所以会穿较悬，对对对。好，咱来看后一个，敢会当请冠生甲目镜摕落来，是要看清楚，看卖目睭内底的色彩。毋过，其实这嘛是一个做敏感的问题吼。其实冠生的迄个目镜吼，算讲是本体啦。算讲是本体吼，所以可能无法度甲摕落来吼。对，毋过若是想要甲我目睭内底的色彩看甲佫较清楚，嘛是会使，安尼我会使。看起来 LED 都会使，佫想看卖，佫想看卖啦。咱来看我目睭内底的色彩吼。你着，互大家看，互大家看3秒，互大家看3秒吼，1、2、3，好看了啊，好有看到目睭内底的色彩啊，目镜袂使摕落来，迄是本体，对，大概是安尼啦。好，徛安尼。无啦，对我我知影我就是目睭是有比一般的人较水淡薄啦，对。毋过嘛免安尼甲我学了吼，我嘛是会歹势。对啊，深海的色啊，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足介意看大海，所以我的目睭就互大海染做即个色。一定是安尼。紫色可能是迄个宇宙，好咯，看天星的时阵，染到紫色。对。毋过目镜吼，即摆要无法度摕落来，这就较歹势。好，就是即摆迄个棉仔糖吼，若是有随时吼想要等，你会使伫迄个啥物？伫迄个直播下骹有迄个说明的所在，伫说明的所在会使看到有迄个棉仔糖的链接。若是即摆熊想要等，嘛是会使。迄个倒手边下骹吼，若是用电脑的朋友，倒手边下骹嘛有 QR code， 嘛是会使直接扫起来。对 ，Mercury 问着我的迄个头毛内底，敢是星空？是哦。头拄仔若是无看互详细，会使搁看一个，会使搁看一时啊。敢有看到内底有一寡天星？无毋对，我的头毛内底迄是天星。我若是暗时想要读册的时阵吼，就足方便，就免开电火啊。我就用我头毛内底的星，就较照较光影呀，就会使看册啊。册看了吼，要困的时阵要安怎？甲头毛绑起来，伊就袂发光啊，足方便。咱来看后一题。是安怎？是有啥物问题吼？我省电呢，我甲大家省电吼，救咱的地球，救咱的人类吼，大家爱甲我感谢。刷来后一个，平常时是臭头，无你莫有白讲。一暗暗，一食饱未？明仔载可要送你推荐的迄个 Deliver Us the Moon， 足期待的。敢是明仔载？毋是明仔载，是后日。亲像烧焦的花圃无色彩，讲我的啥？讲我的头毛。对，家己的手表，家己放袂记。已经不敢毋知影今仔是倒一工啊！
今日个补毋着时间吼，破门的时阵补毋着时间，实在是对大家较歹势。好，赶紧后一题，嘛免赶紧吼，飞伫即马等明仔腾的嘛无介济。咱豆豆来。大家若是有啥物直接开讲的吼，无一定爱等明仔腾啦，直接伫开讲先讲嘛会使。好，对啦，最近期尾确实是有较无用，因为足侪学校拢开始要整理成绩，所以我遮嘛是因为足侪期尾的考试嘛，其实期尾的考试对迄个大家的成绩算是介要紧吼，影响介大吼，所以我爱较认真吼，爱较认真，甲大家顾迄个期尾的考试，所以确实是即阵仔有较无用淡薄。好。对，学生仔嘛足辛苦，学生仔嘛足无用。当然，就是学生仔甲老师吼，即阵仔嘛是对比平时较无用。毋过无用了吼，就会使准备迄个寒吼，迄个寒就通好准备过年啊。足期待过年有无？来过年的时阵，即摆已经嘛会使开始准备过年啊，对无？就是买迄个单路，买迄个欧米茄，嘛开始有人咧，买网络买，也是要安怎，已经开始咧准备啊，开始咧传啊。最近别讲，那像嘛有咧无用，准备一寡过年的物件。好，冠生老师会使考虑，互大家 all pass，互学生过一个快乐年。我敢算是老师？我毋知，我应该无算是老师啦。虽然会小可甲大家教一寡有诶无诶，好啦，老师嘛是会使。我嘛做想要互大家 all pass 吼，毋过我若是乌白互大家，就是我若是凊彩互大家摕高分，我诶头家其实嘛是会找我说笑吼，所以我敢若会使替大家迄个啦，就是开根号佮升10倍吼，安尼会使。大家都上无考一个36分的，上无准备一个36分的程度吼，我才有法度互你，我才有法度互你过关吼。陆心讲我是伊的老师，陆心讲的话敢会当听？大家想看觅，陆心讲的话，敢真实会使相信？对无？我嘛无教陆心英文吼，因为英文讲甲迄个款，一听就知影毋是我教的好无？我毋是伊的老师，我真正毋是。讲到英文，真是有一条吼，讲冠生讲英文，超级好听啊 ！Thank you，yeah，thank you。对，大家无啊，我感觉我的英语其实嘛足普通的，无就是加听啦，就小可，嘛毋是讲会晓讲，其实我就是较敢讲尔，较袂歹势安尼，对，较有自信，所以嘛无感觉家己要安怎讲啊，就是恁若是加听一寡英文的。垃圾的节目嘛好吼，听其他英文的新闻啊，还是看一寡讲英语的 YouTuber 吼，嘛会使，YouTuber、VTuber 拢会使，应该嘛拢是对迄个你对迄个语言的发音，你的迄个熟悉，就是会搁较深啦，你就会较惯势，所以我想讲，若是感觉我讲英语好听，安尼其实嘛，只不过是。我有听较济，所以大家会使加听吼，大家拢会使讲出一个较好听，较正的英文啦，较正的英语啦，对，大家爱相信家己吼。什么意思？对，就先用爱，是，就先对，伊用，
用迄个咩人讲起毛卡油，嘛毋是讲起毛卡油，啊毋过就心就是好样，伊就会安尼吼，所以大家毋过我感觉大家拢各位面线朋友，哪像拢有介意吼，或者我是无我是无接受伊用爱啦吼，啊毋过就是安尼。伊选暗暗，伊选食饱未？敢有食暗顿啊？就心讲啥？就心讲英文嘛，无得歹势。你讲了对呢，对。无就心敢有咧歹势，就心当时捌歹势过。我嘛总好现，真正毋知影就心吼，真正毋知影就心歹势写做啥物款哦，从来毋捌看过吼。毋过无啊，就心上无伊加讲可能嘛是会较会进步，所以虽讲伊即马讲了，毋是无像我安尼吼，啊毋过。豆豆来有讲有机会哦，加讲加练习。其实任何语言拢是安尼啦。伊算食了啊，恭喜！冠生嘛食了啊。是安怎你伫冠生的台，伫讲别的 VTuber？ 哎哟，你问我跋杯哦。无，我无要甲你歹啦，讲笑。我只是感觉做一个代理人哦，讲一个你问我跋杯听起来做好笑。好啦，无要紧啦，你伫我的台讲别的 VTuber 嘛袂安怎啊？我嘛会伫我的台，我嘛会伫就喙齿，我伫我的台嘛会讲别的 VTuber 啊，这袂要紧啦，袂要紧，对。冠生暗顿食肉丸，食了阁有一个皮蛋豆腐，皮蛋豆腐还袂食吼，即摆放伫桌仔顶，小等若准有机会再来偷食一喙。好啦，对，我想着想着一项代志，就是毋知影是安怎，是毋是大家对一寡无共的语言拢有一寡就是印象，比如讲有的人就会感觉法语足 sexy， 还是安怎？嘛有人感觉啥物？比如讲欧洲的人，比如讲听讲有足侪欧洲的人就会感觉丹麦的迄个语言听起来足好笑。Danish 听起来足好笑，还是讲啥物德语听起来都较安怎，较粗鲁，较直，拢有啦。就是咱像大家拢会对语言有无共款的一寡印象。我感觉这其实算是一件真深刻的代志，对。毋知影大家对无共款的语言有啥物款无共的印象？有的人。有的人就会感觉讲英语就听起来较专业，嘛有人认为讲，比如讲我就感觉客话听起来其实真水呢，对。当然台湾话嘛有，当然台湾话讲一寡温柔的物件嘛是水甲，对。所以就是，向想着吼，到后壁甲大家分享一个，后壁讲一个，光明正大食皮蛋豆腐，你嘛会读书去了？好 ，OK。无安尼，我即摆来食一喙吼，无要安怎？为这个棉仔汤台吼，变做跋杯台，变做跋杯台吼，了后变做迄个食皮蛋台吼，拢会使。想要啥物台吼，遮拢有。袂歹食。OK，无啊，阿酸叫我食的吼，我就食吼。大家食皮蛋豆腐的时阵，敢会甲搅做伙啊？我袂毋对，我家己是袂啦。我知影录心原底嘛袂搅做伙，毋过伊有一工向甲我讲，迄个皮蛋豆腐搅做伙有够好食。我就想讲，原来人拢是会变的。我嘛袂搅做伙。阿酸无食皮蛋哦。
我知影迄个无爱食皮蛋的理由嘛是百款哦。有的人是感觉迄个内底两仁高高，感觉足太高的，有的人是安尼。嘛有人是看到伊迄个色，规个色拢乌乌的，感觉足恐怖。可能有足侪海外的朋友拢是安尼，毋过无要紧啦。逐个人有无共款的口味，大家爱互相尊重，毋通因为安尼就冤家吼。嘛毋通，因为安尼就写啥物食物宗教贱的迄个 rap 出来吼，无啦，无讲起来，死啊，死啊，平安，安安，以前嘛是分开食，死啊，你食皮蛋豆腐敢会甲搅做伙？这是决定一个咱后摆敢有要继续合作的重要的问题。无，一来就。雄雄变啊做闹热吼，死了一来吼，人就雄雄变济啊，厉害，这就是咱的天才。我嘛是分开食的，好，咱是好朋友。安尼死了，毋知影你头拄仔敢有听着？我讲迄个陈律心有一天，雄雄甲我讲，伊原底嘛是拢分开食的，有一天伊雄雄甲我讲，我拢会甲，毋是讲，伊雄雄甲我讲，我发现搅做伙嘛袂歹食。我就想讲系啊，所以即马，咱两个甲律师毋免做朋友啊，哇，有人讲搅做伙看起来，毋是讲搅做伙，你是讲皮蛋看起来就是互加不过的卵呢，乌青的卵的意思哦，安尼听起来嘛是介恐怖。对语言的印象应该甲语言本身较无关系。咱对别个文化的印象较有关系，确实是安尼。就比如讲，足侪人会听到日本话，就感觉伊做有礼貌。毋过其实可能嘛是，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日本人就即个因做有礼貌的即个印象，所以就会有即款的情绪，敢是讲情绪，就是感受，确实是安尼。袂记你问大家敢食饱？Cat 食饱袂？我知影咱有时差对无？你即摆应该毋是暗时。鱼肉暗安，鱼肉平安，鱼肉食饱袂？是哦，敢食暗顿啊？好，交做伙会使去食迄个。叫两声敢是初见？我哪会记你的相片？你敢是改名？我无确定。叫两声平安。律师无伫啦，律师即马无伫。你好。食饱，恭喜。我头拄仔才甲，毋是头拄仔，我小等才甲律师讲吼，叫律师去食迄个，去食土水吼。咱来看后一题。来，这有一个。想要甲冠生推荐一寡歌，好，这因为迄个我若是直接报出来吼，就会有迄个版权，会有版权的问题吼。毋过我足介意大家塞一寡歌互我听，所以大家会使加投即种的，虽然我无法度直接放送，毋过就会使加打一款的。你若是一摆敢若打一条，我就会当针对迄条讲一个心得，安尼应该嘛袂歹。毋过这足侪条的所以我较无法度做一摆讲。后一个，等下，我有一个足关心我的人，我讲过一句话，曾经讲一句话，伊讲希望你有够个勇气去对抗这个世界。我毋知影伊讲的勇气是啥物意思。这你甲我问，我嘛敢若会使讲我要的吼，因为我毋是伊吼，所以我敢若会使用要的。我来要看觅吼。我咧想，啥物时阵会讲即句话？
我头一个咧想的是对抗这个世界是啥物意思？就是阿酸甲我吐槽，小等再来处理。希望我不对抗这个世界哦。现在讲到对抗这个世界，我是感觉，因为其实咱有时咱的目标吼，咱想要做的代志，咱想要达成的一寡愿望还是梦想，有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世间足侪人吼，也是受到这个世间大环境的一寡影响，也是阻挡。所以其实咱若是要坚持家己的目标，坚持家己的梦想，就足侪时间，足侪有足侪状况是互你足受伤，还是足忝的。嘿，所以这个时阵，其实我是感觉足需要勇气。嘿，所以我毋知影伊想要传达互你的敢是这个意思。对，我嘛是干那用药的，用药的。对，毋过我感觉即句话我嘛真介意，就确实咱咧活命吼，咱想要真做一个家己想要做的人的时阵，其实做足侪选择，拢是需要勇气的。对，毋过咱干那换一摆嘛，咱干那换一摆，所以到底敢爱做出即个选择，咱会使找一寡时间想看觅。Cat 也袂食饱，辛苦啊，辛苦啊，对，顶摆问你这个问题的时阵，你是家己煮，我会记得是安尼，所以辛苦啊，我袂晓煮食，我感觉煮食介辛苦，煮食就是，若是要煮一寡较青草的菜哦，可能爱煮。不一定诶，有诶时阵爱煮2点钟还是3点钟嘛，煮了食半点钟就无啊，就做无成就感呢。可能我较袂晓煮，我都有即种感受。阿酸问，敢是连盘仔，敢是连皮仔做伙食去？我倒毋是入心吼。无伊即个所在，伊即个所在，即个度，伊就是连做伙，我无得，我为着要表现迄个，我食一半吼，所以，乌西暗暗，乌西食饱未？ET 后摆要叫阿心去食土，好，会使，我会做阵叫伊去食土。哈，跋杯要跋迄落，冠先敢毋甲配搭食去？嘛是会使啦。Mercury 嘛有即种感觉吼，对啊，就是煮足久，煮足久食一时就无啊，足紧的，足紧就食了，食完了后，佫爱开足侪时间洗碗，我想怎卖煮泡面就对，对，叫2声讲会对，煮一下泡面3分钟，迄个碗嘛无一定爱洗，迄个碗。若纸碗吼，嘛是有诶，就是直接等遐夹就好。过去暗打到学了，辛苦啊，辛苦啊！你掠准是豆腐顶管有粉圆，有成呢，毋过迄青色诶是啥？青色诶是啥物货？马恰尼，叫咩？豆腐上无嘛爱是豆花，豆腐配粉圆，感觉就足奇怪咧。上无嘛爱是豆花对无？抹茶 OK， 安尼听起来腰会食质，腰哥会食质。毋过若是会当甲豆腐换做豆花会较好。绿豆，绿豆会使啦，绿豆腰会使。看后摆敢有人爱做即个料理出来。青色是粉叶会使。泡面无营养，是啦，泡面袂使定正，袂使定正。上无叫一下便当，上无有菜有肉，是拢比泡面较营养啦。对，毋过好食，虽讲泡面无介营养，毋过好食。
咸咸。咱人嘛是爱食盐才会使啊。食泡面都，你做者盐。爱食甜的，爱淋甜的目车粉。后摆看倒一个永嘉，会使试看觅。我是毋捌试过啦，有机会会使。冠星的棉仔糖藏伫倒位啊？说明内底敢无？敢是我叮当？敢是我迄个无？敢是我无写？我看觅哦。若无我来编辑一个。我哪会看袂到我家己的迄个？救命！我袂晓用 YouTube。真是无呢，谁怎下骹无我的棉仔糖？我即摆答互大家，歹势，我的棉仔糖，我要安怎？有够害的呢，有够害。我的棉仔糖伫，我家己爱来我的推特找我的棉仔糖，救命！来，我先搭伫迄个咱的开讲室，我才来编辑我的说明。谁怎无？万星的棉仔糖，好，即摆有啊，应该无问题。好，有，耶，好，应该毋免呢，应该无需要有口做就会使倒才对。我应该无，我敢会阁答毋对。你 Mercury 会使先倒看觅，若阵需要迄个，安尼应该就是我用毋着。嘿，哇，又够巧，找无棉仔糖会使直接等入界，嘛是会使，对，大家嘛会使安尼试看觅。好啦，好，安尼即马先开放，互大家倒一下棉仔糖。其实冠星有偷偷准备，就是想讲原底棉仔糖无遐济，就伫咱毋知影要创啥的时阵，咱来唱一下歌吼。所以我先敬我上期待的一寡歌来唱好啊。好，唱看觅哦，头一条。好，我先甲我的背景转较细声，来头一条，我先拍一个歌名，毋过我的文字咧，我的文字有啊，来头一条合做。哎哟，我的歌名咧，头一条合做，我足惊我拍毋着去，稍等，有啊，来，字体有够歹，选择字形，我改一下，开始紧张啊，原唱毋知影敢有咧听。我即摆足紧张诶！我的字体有够歹呢，安尼袂使呢。Source 有啊。OK， 来有够大坑的字，咱先甲棉仔糖关掉好啊！毋是这，救命！棉仔糖关掉，来，咱的头一条来啊！准备要来唱歌。
耶、50块嘛会使唱，嘛会使互我唱微风动动。对，俗，惯性就是这样俗。会好啦，会好啦，大家会使考虑加等一寡钱互我吼，多谢大家。好，来啊，新式名体，吼，歹甲要死。推荐 NC 哦，佮会使用台语、罗马字嘛会使。对，毋若 NC 吼，咱嘛有迄个合作迄个混仪NC 以外佮有混仪体，毋过混仪就是我知影迄个混仪体，伊一开始咧宣传的时阵嘛是讲因有支援迄个台文的字吼，毋过我发现其实因有一寡汉字是无的，比如讲藏物件迄个藏因都无，所以我就想讲对 NC 大家会使用看觅，毋过我其实即摆电脑内底无 NC 吼，敢若有混译。好，多谢有人真正等历届呢，有人真正等历届。我来读一下老话。我的历届。哇，多谢过客，毋过过客无老话吼，好，多谢过客10箍，10箍无法度听威风动动哦。毋过嘛是足感谢，嘛是足感谢。明仔毋免注册吼，伊走一个 Twitter 的物件出来，就代表成功啊！哦，你可能迄敢需要你的 Twitter login， 我无确定。无要紧，我来唱歌，好，来即条，哇，敢真是咧，减拍一个铃，安尼，无要紧，有钱就欢喜，有钱拢欢喜，无要紧。好来啦，今摆来唱即条吼。我作为女孩的爱情烦恼，毋过伊其实是一条台语歌，毋知影伊的原唱敢有伫遮吼？伊头拄有来，毋过即马毋知影敢要伫咧，所以我紧快来唱。来，我的伴奏伫遮。天边的日头愈升起，我伫咧眠床咧想你，心内乒乒乓乓，多起，明知会约会敢会出切？新闻讲下晡是歹天气，是毋是天公要予我的考验？查某囝的心情你敢知？一个人的爱莫是真悲哀。讲袂出嘴的心内话，孤单的人 dancing alone in the night。你送我的相片摕伫手内，迄款的温柔敢是爱？你莫阁安尼甲我欺骗，你着和我做伙，莫阁有意见。爱情哪会这呢麻烦 ？Love is annoying， 思恋你的心，予我每日心情像风太甜。爱情哪会这呢麻烦 ？You are so lovely， 无法度控制，想要牵你的手，生一把的 baby。马铃薯暗暗，希望暗暗，伊酸暗伊酸头拄有小节目，歹势。多谢大家。第二集来就咧唱歌，即条女孩的爱情烦恼，即条是希尔的作品啦，即条是希尔的作品，
其实我就是要安怎讲，无，就是我一直拢总介意即条歌，我一直拢总介意即条歌。啊，顶摆伫迄个啥物新年新希望的迄个直播的时阵，咱就讲着，就是其实足期待大家会使加来 cover VTuber 一寡原创的作品。我就想讲，既然先摆就安尼讲吼，安尼我就直接 cover 伊的歌好啊。所以我就来 cover 伊即条歌啦。对，即条真正，我足介意即款的台语歌，就是就是足笑的，对我感觉，希望咱会使有搁较侪即款的作品啦，所以，先拜加油。无啦，我今日日嘛有甲先拜讲我足介意即种的作品，伊就讲叫我较拍拼咧。有机会我来写，有机会我来写。有闲去听看觅，会使。写的作品，写有足侪作品，你会使去看伊的频道啊。伊的频道顶悬就是有一个播放的清单，内底有足侪条，拢是对，拢是我足介意的作品。毋过迄内底就是主要是华语的作品较侪，对。好 ，Shadow Project 即阵敢若有即条芳甲蜜，嘛是真笑。毋过 Auto Tune 开足重，有时啊，迄个 Auto Tune 嘛是一种风格啊，有诶是调工诶，无一定是真正唱无准。有诶人是调工为着要做一个风格，就调工开 Auto Tune，所以有可能是调过伊诶，咱爱相信伊。好啦，咱来继续看咱的名仔堂吼。来，名仔堂自17年迄当自17年迄当阵听 hip hop 开始就听甲真袂惯势。你是讲 hip hop 内底有会用足侪 Auto Tune 听袂惯势？我会当了解即种感觉。我一开始听嘛是做无惯势，对。20年了嘛惯势啊，对啊。有时迄个较新的风格打出来的时阵，就是大家拢会较无惯势啦，对。久啊，伊就是一种固定的风格，大家都会足熟悉都惯势啊。好，咱名堂来看后一条吼。重新整理一下，走袂出来啊！好，走袂出来，我的名堂。我毋知影迄是啥呢 ？Scar what？这我毋知要安怎读，迄是乐团的名是毋？迄我无听过。若总有机会会使答我。原来是 Lord，Scar Lord，Scar Lord。我无听过，所以名堂敢有收着？我毋知影过去名堂是倒一个呢？敢是迄个天星的歌，还是迄个1+1是偌济？我毋知影。无要紧，咱先来，无要紧，咱照迄个顺序来读。等下我读了，就是名堂无我会甲大家讲，你就会知影到底敢有读到你的。了解。伊头拄仔敢若跳一摆通知，我即摆看有多谢153，多谢过去迄个，多谢过去的赞助，哇！毋过看起来无老话吼，安尼足感谢你的153，感恩。
毋知影你有啥物话想要甲我讲，嘛是会使直接讲，嘿，无问题。多谢多谢。冠星敢有听百合花不死路？哎有，迄张专辑我足喜欢。毋是不死路，不死路，我咧讲啥？不死路，哎，我足喜欢。内底做一条我拢足喜欢。虽然今仔日无准备要唱，对，真正多谢过客，嘿，互我会当加食几顿。好，咱来看后一条的名仔糖。哦，感觉冠星唱《深海笑露》足好听。感谢感谢，这毋是我家己斗的吼，这毋是我家己斗的。感谢你的介意。毋过真正迄个天才 P 的词真正翻了水啦。我嘛足感谢天才 P， 互我会使唱伊翻译的歌。是讲不是咯，即条歌不是咯，系啊，印象无遐尔深。因为内底我印象上深的其实是迄个咪啊，我毋知影是安怎，我印象上深的其实是咪啊，所以就变做对迄个不是咯印象无遐深。还有迄个啥物？救命！记伫摆啊！我记小等来播听，小等来播，小等一定播。有听过，毋过无记掉呢。Oh no, oh no！ 呵，冠星伫外口听着台语广播，敢会思考因的调号？呢，就是毋管是家己讲出来的，还是毋管是家己讲出来的时阵，还是听其他的人讲出来的时阵，拢会想一个，嘛毋是讲心识，就是都会惯势想一个，我嘛毋知影是安怎。第色素暗暗食饱未？敢有食暗顿啊？卡碗要出 cover 哦，cover， 好啦，安尼爱交表讲问看觅，安尼，会使考虑，毋过安尼嘛爱先问过天才 P， 看伊敢愿意甲伊的词摕来互我做 cover。家己讲拢会台湾国语，正常啦，正常。就是有足侪人，无啊，就是有足侪人台语甲华语拢会连做伙讲，台语去影响着，台语去影响，你看，随讲随有一个台语去影响着国语，国语去影响着台语，拢会有啦，拢会有。啥物叫做冠星生 cover？ 啥物意思？为倒位生啊？对。有一个物件真可爱，带伫根本拄啊来。你感觉你的名仔糖互刣掉啊？无一定，我整理一下。因为照理来讲，伊应该袂甲伊主动食着。毋过迄个其实名仔糖的后代，伊是有讲，伊有一个 AI 会固定甲一寡伊感觉无好会刣选着，安尼哦，因为伊讲伊后壁会有一个 AI 会甲伊感觉无好会甲伊刣掉我若是想要叫伊莫刣掉，我搁爱加付钱互伊，所以我嘛是无奈，我嘛是着无奈吼，对，歹势。无我小等全部拢读好了，才知影你敢无互伊刣掉。累啦暗暗，阿咪暗暗，哦，有足侪莫名其妙会甲伊冻掉的，安尼呢？无要紧，我逐条拢讲了才知影到底敢无互伊刣掉。冠星你好。我嘛有收集天星的歌，推荐你一条天星的歌。
Tiny death stop the stars。哦，呵呵呵，安尼小等放上了，我来听。来，后一个，1加1是偌济？大概是3啦。冠星今仔日敢有食牛吧？今仔日无呢。对，今仔日无。哇，小等宵夜来食一粒牛好啊。我无确定顶一条敢有斗成功，有，顶一条应该有斗成功吼，所以过来斗一条。是你上喜的歌手哦。Aurora Under Stars， 好，小等嘛来听。多谢，我最喜大家斗歌的。咱来看后一条。哇，游戏今仔日有，游戏今仔日食啥物？游戏今仔日我头拄仔要问食啥物歌，我咧讲啥？游戏今仔日食啥物款的牛肉料理，会使带我的朋友来去食吼，安尼我就算讲是有食着吼。想要知影冠星敢有啥物推荐的 anime 也是漫画的作品？头拄仔 Mercury 投的呢，头拄仔迄个天星的歌敢是你投的？我推荐的 anime 也是漫画，我介意迄个啊，我介意JoJo 内底迄个因的清茶，拢有够水，我足介意，因为迄个作者老师伊原底就是读迄个服装设计出来的，所以伊内底的角色拢穿甲有够特别，我嘛足介意内底因迄个 stand 迄个系统的设计，佮有我最近嘛有一个足介意，叫做迄个 Chainsaw Man，Chainsaw Man 嘛是我感觉介深色的一个作品，对，内底迄个内底有足侪阿古玛的迄个，毋是阿古玛，因是 Devil，对，因是 Devil， 内底足侪 Devil 的迄个设计拢嘛是真安怎讲，有诶做恐怖的嘛有啊，有诶做摸一摸，嘛有，或者就是无啦，好看啦，迄个剧情我真正感觉 Chainsaw Man 的剧情好看，会使看。对，内底拢长啊，内底长啊，四界杯吼。两只鸡仔有几支鸡翅，通常有四支，毋过若是有单独心的0支，因为全部拢互伊食去啊。对，过去讲了对，伊华语号做链锯人，无毋对。游戏介看长仔漫画，我是无特别介意看长仔漫画，我无特别介意看长仔的漫画，毋过会使看，会使看。我 Chainsaw Man 是看 anime 也是漫画，我拢有看，我是先甲漫画看好了，即马伊有出迄个第二章。对，敢是第二章，就是第二章我漫画嘛有咧看，好看。这人怪怪，你讲游戏呢？对，虽然毋是 anime 嘛，毋是漫画，毋过会使看新少的生命代理前故事。台语若要读，就是练古人，练古人。好，咱来看后一条。对，漫画有第二部嘛真好看。无啊，无其他的名堂啊。好，安尼咱来唱歌。来后一条来唱，多谢过去吼，过去袂憋戏文，因为根本无看。OK，
无问题，多谢你的，多谢你的无标戏文。啊，游戏嘛毋是人，对，游戏是伊吼，不对，游戏是伊吼，OK。好啦，咱来准备唱咱的第二条歌吼。哦，头拄唱台语的，无咱来唱一条英语的好啊。嘿，来后一条，这条我感觉足熟悉，这条叫做 Frankenstein。大家敢知影 Frankenstein？Frankenstein 就是迄个叫做科学怪人啦，就是一个大家敢知影有一个文学作品，叫做 Frankenstein。伊个歌名就是这条歌就叫做 Frankenstein。我敢有评对？我敢有评好对？应该有 Frankenstein， 对，安尼对。好 ，Yeah。对，你若无毋对，游戏你若会即条，你若会 Frankenstein 无毋对，特别为你选的，无啦，毋是特别为你选的，对，啊对，好，无啦，就是我家己真正嘛真介意即条歌吼，来甲大家分享。虽然我搁了惊讲。要入来会小可绕开吼，毋过我尽量。Frankenstein， 对，这条，好来。袂记你头一句安怎唱？救命！小等。啊，想起来啊，好，会使顶来啊。Putting together thread a needle, so I'm like other people, without all of the evil. I'm trying to be normal, but trauma is immortal, and none of this is your fault.袂记你安怎唱？等，我想一个。救命！ Oh my god, this is so unbearable. 对，歹势顶来，救命！逐摆拢安尼。Till it. Put me together, thread a needle, so I'm like other people, without all of the evil. I'm trying to be normal, but trauma is immortal, and none of this is your fault. Oh my god, this is so unbearable. Make it stop, this is more than medical. I want is to feel beautiful inside and out. You're the one who can save me from my self-destruction. Triple night, I need your help. All I want is to feel beautiful. Love me forever, fix me right. I could be your... I could be your Frankenstein. Put me together, make me better. Love me forever, hold me tight. I could be your Frankenstein.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What's the I think I wrong. Open. Watch the poison blossom. Oh.
Oh my god, this is so unbearable. Make it stop, this is more than medical. All I want is to feel beautiful inside and out. You're the one who can save me from myself. Destruction, triple night, I need your help. All I want is to feel beautiful. Put me together one more time. Love me forever, fix me right. I could be your Frankenstein, Frankenstein. Put me together, make me better. Love me forever, hold me tight. I could be your Frankenstein, Frankenstein.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I don't wanna be a monster anymore. I don't wanna be a master. 头拄唱到上尾的时阵，有看到游戏叫啥物心肝的，我真正会笑死。哦，心肝的咱后摆唱的 This Hell， 咱，你足主动的呢，我真正会笑死。好啦，后摆有机会会使唱 This Hell， 无问题。今仔日即条对我来讲略仔悬，有略仔悬吼，所以小可可能唱啊较袂好势，毋过我紧吼，我先啉一下水应该较好。好，毋知影今仔日敢是有感着吼，所以可能嘛袂开伤久吼，嘛是较大家先讲歹势。好，咱还有后一条，嘛算是专门为着无啦，为着就是顶摆歌会时阵有游戏叫咩？叫我想看觅，叫宝贝还是叫心肝哦？无，我感觉其实拢差不多呢，拢差不多油呢，拢差不多油。要叫倒一个？拢你莫互其他的，你莫互其他的 fans， 你莫互其他的 fans 拍吼，都拢无问题。哇，阿叔有够巧，阿叔暗，阿叔食饱未？恁即摆是安怎？哦，心包油是啥物意思？心包油哦。好啦，咱还有后一条吼，后一条就是进前开歌会时阵，嘛有人问讲，敢有要唱 Collage 的歌？我迄阵就讲 OK， 所以我即摆要来唱。哦，即条嘛是我足喜意的，即条叫做万千花蕊，自渺悲哀。万千花蕊，自渺悲哀。来，哈，无，阿酸，搁想看觅。我的年岁做阿公差不多，毋过游戏是讲因阿嬷叫因心肝宝贝，所以原来是安尼。哦，原来你的意思是讲是大家心肝宝贝哦，原来毋是讲你家己的宝贝。哦，安尼会使啦，安尼应该无代志。恭喜阿叔食饱。哦，我无咧食咸呢，我拢无咧食咸，所以我较无法度体会迄个食着伤咸的痛苦，因为我根本就袂食。过去变大洗身躯，无要紧，即个天气吼较寒嘛袂臭吼，所以
毋免烦恼，毋免烦恼，会使莫洗。虽然我叫你莫洗，毋过我逐工拢有洗身躯吼，毋是亲像啥物陈如心讲诶吼，陈如心则是迄个无咧洗身躯诶人，逐个注意，即段较重要。好，原来是原底无食险，毋过期间限定着要食看觅安尼，好，加油！加啉一寡水啦，加啉一寡水啦。今日有流汗好啦，流汗嘛是爱洗。若做有咧运动有流汗，嘛是有洗较好。大家敢会先洗身躯，才去眠床顶？我会哦。我敢有一寡人无敢，我拢会洗身躯才去眠床顶哦。所以恁看啦，有一寡根本就无倒来庙里困诶，也是啥物去外口困石头诶，咱都会使合理甲因怀疑，因可能无洗身躯，安尼大家有了解无？惯性是大家诶惯性，无毋对，惯性是大家诶惯性，请大家甲我饲，互我钱，无啦，讲笑，咱 vaccine 副作用压起来嘛咧食咸，OK。你去注射你有副作用，嘛咧食咸，无要紧，你家己会控制就好，准做忝就无咧管，嘛有人是直接倒，变大细就伫涂骹困哦，就倒伫涂骹，好啦，嘛是会使，因为迄个眠床伊较会吸收迄个你诶肝是啥物货嘛，所以对，倒伫涂骹会使啦。对，有诶人拢一定爱换困衫，袂险袂欢喜，对，嘛有人是啥物物件拢一定爱含咸诶，伊才感觉会食入。好，咱来唱即条《万千花蕊自渺悲哀》。来，我会伴奏咧，我会伴奏无去啊！我会伴奏有啊。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鸭蛋通我的衫，外口的人还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举一支雨伞，为你规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会当甲你放煞，起心动命，我哪会拢无要无紧。踮遮规暝看电火闪烁，我踮遮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吼。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你，若想着你当时举悬你的旗仔，路边的话。满街落雨纷飞，时代会变，我孤单的我一个人问天毋捌，手内啥物拢无，只剩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肉的人，煞下落不明。
你的基底下藏伫我的心内徛，你的爸要啊行，你袂行的路风吹来花，路途点一站向去求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准讲。你算着一出悲剧，你敢要看？搁刷落来头前迄逝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豆豆啊行，看你的梦，恨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连去的爱，甲你点起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袂了的悲，甲讲袂煞的话，展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空，雨微微啊落，天微微啊光，看你微微啊笑。后世人再会。多谢大家，多谢。哦，希望今仔日一暗顿嘛，拄好咧听 collage。毋知影是听倒一条？因做一条我拢足介意。其实我足定听因迄个因就是足语的歌，应该是放早的歌，迄几条我拢足介意。毋过我袂晓，因为我袂晓，所以我嘛袂，我嘛毋敢唱，我嘛毋敢唱。对，哦，无爽快，啥物拢无想要食，就敢若想要食咸的。哦，口感较清爽。咸的较清爽，敢是安尼？我就是讲是较有气味，还是较有刺激的意思？竟然是较清爽。9点甲别人有用，毋过即摆平台叮当。安尼你会使促销？无啦，你会使看要促销，还是赶紧起来吼，还是拢会使吼，做一个好的选择。小贺平安，敢是初见？若准毋是初见，就是伤久无来吼。我记忆无遐尔好，嘿。毋过欢迎你来听我唱歌。头段2条我嘛感觉袂歹，会使倒转去听吼。多谢大家。好，咱来看，敢有其他的名仔糖吼？出现啊！有一个新的名仔糖吼，毋过我才会整理一下。Zoller 初见平安，初见平安啊！小何伫 Twitter 捌见过啊，安尼是咧，我迄个记忆真正愈来愈歹，救命！对，所以对，游戏讲了对，我老啊，记忆较无好，这定会放袂记，所以大面之下，敢是玉心？可能本源敢有善因？这敢是写互我的？熊，遮尔文学。多谢。即摆无迄个背景吼，无迄个背景，听起来较家己啊。好啦，即摆有背景的音乐。咱看即条新的名堂，来。冠星还无显互大家看，要记得显互大家看。有啊，我先甲即个，好。冠星，Hello，我是最近开始看台的观众，足介意你的声音，好，足介意我的声音，
请问我是安怎练台语的？台语台语就是细汉的时阵伫厝里有咧讲啦，对啊，对啦。毋过因为厝里的台语嘛无以早遐好，所以有诶书确实是爱查迄个书典，嘿，对啊。到底要安怎练？就是加讲吼，无我无啥物，我无遐尔雕工咧练台语，啊，毋过我有雕工，嘛毋是雕工，啊，毋过我较有练英语的经验，我感觉迄是共款的啦，就是加讲，加听，加来看冠星的台，嘛是会使看律心，嘛是有声的台拢会使吼，就是加听别人讲台语哦，也是听迄个即摆也有迄个垃圾哦，就是电台嘛有咧，嘛有一寡专台语的节目，迄嘛会使听啊，就是你互家己的耳仔有机会去加听，啊，你就会听到别人安怎讲啊。过来上困难的就是你爱主动，你爱敢讲，你若是敢讲，你就会都有练习到，对。啊，你讲迄个有诶足困难的词，拢讲了介好哦。我英语嘛是啊，我英语有一寡较困难的词嘛，都爱现书典吼。所以咱毋管是学啥物语言，我感觉就是毋过你现书典，你就爱会晓因的文字，所以迄个台语嘛有教育部有迄个台语的教育部的迄个台语拼音，会使学，也是搁较古早有迄个白话字，迄是教会传教士，早入来的，或者白话字，迄嘛会使学，就是台语即马主要就是即两个系统，罗马字的部分啊，罗马字的部分主要是即两个系统啊，即两个其实介像哦，所以你会使先学其中一个，再学另外一个，对，就是拢会使，对啊，还有啥？无啊，就是你会晓拼音了后，你就会使用你的拼音去查词典，就足方便啊，你就会知影愈来愈侪词啊，你就会愈来愈可能就会愈来愈敢讲嘛，讲了愈来愈好，所以对我会使提供的一寡建议就是安尼啦，对，就是安尼哦。另外做介意小安的优秀，毋知影我敢有听过？有，对，阿酸有讲，就是律心有 cover 过，这条我嘛真喜的，这条歌嘛是好听，好听，会使去听律心唱，你伫我的频道会使找到迄个，你伫我的频道的头一页，会使看到有童书，童书内底有一个粉红色的，或者单律心，你会使去伊的频道找到又笑又秀，袂歹听啦，袂歹听，尤其有讲到这位朋友，若是要练台语，会使去找台语强合团，蒙拉兼 stay cool，即摆讲台语是一件足酷的代志，咱迄个咱伫迄个咱即个直播的说明内底有迄个 Discord 的连结，你嘛会使加入新销的 Discord，内底嘛有，就是内底嘛有真侪人会用台文开讲，毋过就是无一个固定，大家真正出声来开讲的时间啦，所以可能会使信众朋友会使私底下去招，嘛是会使，无就是凡说阮代理人嘛会使考虑有一寡甲观众朋友有更较侪互动的节目伫 YouTube 放送，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这就是阮三个才讨论一下啦，去中喏教会嘛有真侪台语写叫的先拜，对啊，哦，我做意外就是去迄个牛头人的教会内底，竟然嘛有哇！台文完全看无，无要紧啦，就是有机会，无啦，有机会会使学啦，就是我感觉迄学起来上大的好处就是你会使查词典，你会使查词典，就是你若是听到一寡士大人，也是台语讲了更较好的人，因讲一寡物件出来是尤其是士大人，有时啊士大人伊台语讲出来，伊嘛无一定知影迄个汉字安怎写，还是迄个台文安怎写，
啊，即个时阵冠生就会甲伊的迄个声音吼，用拼音去查网络的迄个词典啊，我大概我就较有机会知影是迄是啥物意思。我感觉上大的帮助是安尼啦。啊，毋过当然，逐个人惯习的方法无共，所以你若是即摆腰无想要学台文，敢若想要用听的，安尼就加看我的台，加听，嘿，对。啊，毋过若是要考迄个台语认证，还是检定，应该大部分应该拢是爱看有台文才有法度考，所以若是有即个需求的时阵，就嘛使考虑学。对，爱台语足好用，嘿。爱台语就是你直接拍华文，啊，伊就会写迄个台文互你，啊，你看无嘛袂要紧，嘿，爱台语会使直接读互你听，嘿，真方便。对，就亲像游戏讲的吼，互阿嬷骂的时阵，互阿嬷骂的时阵，完全毋知影迄啥物货，你就甲拼音拍出来，吼，安尼会使问大家，也是会使查词典，嘿，无毋对。好，甲大家开讲真正足欢喜吼，啊毋过，我发现见摆若是唱歌，我的声就会真紧就忝啊，所以我看今仔日我可能差不多要无声，所以今仔日可能嘛爱甲大家讲再会啊，是有了较早啦，啊毋过对，其实嘛是差不多1点半吼，1点半差不多有吼。对，时间真正过了足紧啊，欢喜的时间吼总是过了较紧。对，我真正足爱甲大家开讲，啊毋过袂讲有交代吼，声音爱保养，所以我的发声的方式敢 OK，我感觉是无声 OK。家己歹势讲吼，对，啊，毋过对啦，其实我嘛有感觉，我的发声的方式可能搁爱改善一下，真正是真简单就会忝，对，这确实是我的一个，确实是我的一个缺点，无毋对啦。希望咱这个2023年吼，其中一个目标吼，希望我会使甲我的发声方式吼改好较好。对，爱注意保护他后对。有，我会乖乖注意，多谢。好，安尼咱用腹肚喘气。好，我尽量训练我的腹肚，拢无咧运动，腹肚无啥物气力。该用爱应该是搁较开哪后呢？用爱应该是搁较伤你的哪后。毋过热心真正作用，会使爱足久。希望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我的皮蛋豆腐敢会食了？我可能食袂了吼，我小等摕去热心食。伊应该会食啦，伊应该无要紧，我的喙暖，为伫是食物伊就欢喜吼，所以我头拄则摕去互伊好啊。好啦，安尼使甲大家讲晚安，再会啊！来点名，好，来为上开始，毋知为上尾一个开始。希望晚安，再会。游戏晚安，再会。结婚晚安，再会。Zoller 晚安，再会。ET 晚安，再会。伊是奥多拜专心的代理人啊，有道理。歹势，阿酸晚安再会，小何晚安再会，马铃薯晚安再会 ，Mercury 晚安再会，过客要来洗身躯啊，好，过客晚安再会 ，YU 晚安再会，乙酸晚安再会，阿苏晚安再会，多谢阿酸的提醒哦，我会啉水，袂啦，直播袂辛苦啦，就是对，甲大家讲话就做欢喜。好，差不多今仔日的海事，咱就到这。安尼咱，后日，安尼咱后日再相会啊！
大家拜拜，拜拜。